一個聽咗，歡迎人來邊嚟學嘅節目，這裡禮拜我就特別這個話題，哎呀死唔掉數，係咪？Cross promotion，cross promotion，我係佢去聽聽 thebell.com， 聽聽 thebell 啦嚇。不，這禮拜嚇我諗誒，這趣味嘅這個opening 嘅事，就是我誒特別嘉賓甲我人落誒。你這個禮拜我哋講嘅話題是下邊哦，拍我咁未使啦嚇，Go go。感謝，這禮拜咧歡迎你來邊嚟學見節目。我諗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先介紹，佢哋落這裡邊嚟學見開場歌拍片嘅人咧，就是我哋頭一道來參加我哋特別嘉賓，叫做羅賓漢，歡迎羅賓漢。大家好，大家好。感謝你個話落啊，即係我會 mix 嘅，點解就 mix 好時啊，不到佢bằng。特別我講聽我每樣嘅事，介紹啦，特別嘉賓介紹傾，所以我哋一傾介紹。頭一擺嚟參加我人嘅就是話羅賓漢，羅賓漢聽邊嚟學見聽到久啊未？還是頭一擺嚟？不是有聽啦，特別有一站真久無聽未記起。你當然是到底你到底得咯？吉隆坡是邊嚟？當然比 KL 吉隆坡。哦，當然吉隆坡。然後直接介紹你聽呢？直接介紹你聽得真是。頭一擺接觸就是頭一擺你 start 就是定步咗時我就知啊，你定步咗時。定唔是知道講話時啦，定到時啊，冇步時啊 ，the chair 時啊，the chair 時 ，the chair 時啦。然後你定到時到底邊兩個人啊？你是邊兩個人啊？到邊兩度到咯？邊兩個到赤洲行 Alex。哦，赤洲行，你按照白阿龍嗰啲。阿龍啊，上班嗎？上班。我諗鄧歐。鄧歐。哦，阿龍呢？歡迎阿龍劉椒。阿龍等陣。Hello，特別我坐啲邊，我驚我聲會做爛掉。別話，個會話。嚇別，佢聽到，佢聽到咱羅人嘅聲，echo。mute 咯。特別 anyway 我冇俾走本嘅，我冇走本嘅。哦，了，OK，了，你是對過來這個羅賓漢嘅處計，伊到做伊個 set up 伊個 Skype 係以後。行啦，因為頭一道出路場嘛。起檔啦，頭一擺。了個介紹我人啊，了個有會介紹我人另外一個新嘅本是新椒啦，特別伊合邊是英關落海，古靈哥歡迎古靈哥。咩嘅？古靈哥唔是 drop 啦咩 ？drop 咩？哎呀 ，sorry。อันนั้น agak John kasi drop ina 冇啦冇，那一個到底喺 chat ใน room 嚟個，是講 offline 啊。Hello John 啊。嚇。阿 John，我佢冇阿龍嘅。OK，阿龍拜拜。แล้วก็ตั้งใจแล้วก็กัมพูจะกู้บุหรี่ชำ嘛กัมพู歡迎劉椒大家好กัมพูไม่ก็เสีย知道我是伊剛剛被ชำ咩事買個牌嚇成隻水個成個人啊 OK 成個啲人嘅水แล้วก็我人嘅劉椒青菜歡迎แล้วก็บุหรี่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劉教鏡歡迎Hello， แล้วก็個住個係咪個邊個話？邊個話？對，等陣咪講名啦，你啦，即係名咩嘢砰 Hello， แล้วก็วิวว่าเหรอจะเลยไปวิวว่าเนี่ยสิบโอเปนเนาะก็บอกพาออกกันนะแต่เป็นอีเวนต์ที่ไรสิบกับว่างว่าลังไปเกี่ยวอีกลังเกี่ยวอีโปรโมท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推銷介紹เกี่ยวกับทัวร์票啫กำลังจะได้เป็นนั่งทัวร์票จะได้วิวว่าเจ็บบอกเลยใน做鬼嘅เจ็บบอกเหรอ有談喺新加坡嘅唔จะมีตัว獎嘛你是ไปกับว่างที่ไร介紹
然後是就是笑，那彈你咩？不過彈接妹大獎，他不彈過，未彈過。你睇 Manny 後邊彈一陣，你 Manny 話慘唔滯哦，所以見你兩特別琴日喺度開始去彈。冇啦講笑，你時所以琴日咩個春節禮拜呢？7月3號到了啦，所以禮拜呢，我係使搭節每使去就特別就俾去 register 先，你去報名，你報名是就是講唔會條路啊電話㗎。email 就嗌俾 confirmation email 嘛，你每日是電話嘅登記時候，你先猜係第一，就是你又唔可能使電話是冇登記後，先猜係第一，咩係正？你試到過，有件事啲 email 嚟 ，email 嘅 confirm 你即 membership 嘛，然後接有時到到會使係咪咯？到會使去選嗬 ？What the hell？What the hell？What the hell 嘅 category？What the hell block 嘅 category？即係他朋友 vote 係，但係只係使 vote 到啊！我有效應到兵嘛，應該會認啊，會比較看定人字嘅人啊。嚇！我講聽會話話，按照你表到啲即係你叫啊，即係你俾可能你 directly to 你 vote 嘅 link 啊，去訂一叫去 Facebook 嚇，並且去 facebook.com/邊個嘅你睇有係多邊斜位啊嘛。呢個插幫你搞啦邊背。directly 直頭 QY 係一個你朋友咯，不要去你朋友，你朋友睇訂啊？冇喎，特別到 Facebook 嘅會可你訂 Facebook 嘅 link 啊邊嘅我 post 到邊咧學緊嘅喎，可以 directly 去到我係一個 category 了嘅。對，特別我你使，你個使咩啊？你個使特到下，我就出隻新嘅節目嘅時候，你去你 comment 嚟下，bằng link 到邊個，你咪看到。我本bằng啊，我本bằng嘅 link 啊，是講我用是本段嘛，你知啊？有啲是 CI 白 HTML code 一叫我就 paste 去對。你宣傳者就是講呢，大家會使去聽者咯，你就有幾個故事咧，就慢慢偷個手來學玩咯。because 我同你哋除掉幾個故事嘛，但即係是我是拍是做14集嘅啦，14集呢。我今日我是想係做10到14個 episode 呢，所以我是希望講我 collect 掉新嘅故事咯。然後把路呢，大家會使去聽呢，就是一個 newscaster 啲新加坡嘅講故事，冇 Malaysia 嘅。哦，啊，這裡咪得伊嘅。啊，แล้ว because 伊到電視機嘅為路，人把路本時會看到伊嘅，所以會使去聽看咯。出名啦，我聽。伊講我梗係看嘅咯，伊講可以梗係看嘅。啊，伊講我梗係看。嚇，小妹啦，特別如果小妹伊成個伊個流利嘅，邊嘅話邊起來後，我成日講我成個聽到啲數嚟嘛。我講好嘅我就看，邊個可以一辦？我because 報告新聞嘅嘛。係啦，是。我是講好我報。OK，我進來啊。嚇，就是路。追嚟。แล้วจีจัง OK，hello。แล้วจีจังไอปังอันนี้เขาสิ講 about hip hop 嘅。哦，唔是伊講咩啊？啊，唔是伊別人咧。伊有一朋友講話，你去找朋友。啊，佢哋阿妹個，佢哋是I think next 2 weeks 安尼款啩。แล้ว即係伊本是做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伊本會甲人分享。如人即係伊講嘅佢哋故事㗎了，我可是到電視機。佢哋戲 already 是辦過啦，所以就俾咁樣聽，咁樣去選了，你大啲 episode 就睇下人哋睇選咯，零嘅冇喎，啊真係比較講，唔使係哦 ，against the rule，特別我你咪講，你就係啦，你應該到啲website 嚇，即係去教投資物件，就是看到你人去選嘅咯。啊有啊，我有寫嘛。你大 episode 是辦，是佢就係馬王是人到啲寫人到啲會看到你。啊，對咯，嗬 ，OK 啦，安尼款好啦 ，so thanks 啊，係啦，等陣我個短嚟講少少個短嚟講啦 ，OK，嗱即係嚟做 advertisement 嘅，對啦，拍廣告。我比較，未幾時後尾知道啊？這季節後尾知道啊？啊，這季節嘅即個係咪I mean 講幾個數，但係我個短嚟講講話有新嘅了。哎呦，好啦，好 ，OK，了。最買個數掉，唔是喂，冇毛白呀，冇毛白盲數掉，你買啊？冇毛白先是用 phone 嘛？你用 phone 啊？你數掉就是啲群聊名稱，我知。OK，咱嚟講。我人識群聊名稱。哦，我們算 OK。計幾啲呢？內盲數白行啊？
望正三擺，我聽到做安尼，無羅賓Hood啊，頭一擺聽咪叫我聽好啊！羅賓Hood，你是加邊個呀？你知你拍邊個？啊，加邊咯咯。哦，你加邊個？你細漢時幾時就開始學邊個誒？我是成學緊你真係古仔時代是學嘅嘛。對，我見面每隻字。時代。佢咪每隻字人學緊你嚇？你講啊，你勁啊嘅。no，計二年呢，我賺呢。古仔時嗰陣時學緊 start 你嘛。嚇。我賺呢。要去啊。嚇，我賺你。屌。佢嗱十機嘢機。嗱，嗰個卡嗰用好。係啦，對咯，卡啦。佢嗱十機。唔知十機嘢卡物件，嗰一個愛，我唔知物件啦。古仔是十機嘢。我覺得我家幾哪年了，我覺得應該是6、7歲了，可能 kindergarten 2嘅時應該是。啊。有邊我哋細漢學啊。係啊，我嗰咧條學細漢條學咧就。哦。啊，古仔細行嗰咧學咧。你嚇。有暑假。落河嚟啊，古靈哥。啊，是啊。係古靈哥瞄掉你咪。古靈哥有瞄哦。啊 ，OK， 瞄咗。啊，搞。啊，แล้ว我瞄咧，我都聽到。啊，冇啦，我再嚟啦。再搞，唔會講壞事嚟啦。誒有成功嚇，瞄掉。still 有小亂，小落河我就講，你河啦，你乜嘢事？你成日都答。上次你搞啦，人哋講個，所以都冇講話是瞄掉就對啦。瞄。個真亂個，所以都冇講話瞄就對。我等陣嚇，平安啦，平安啦，OK，平安啦。有時，你英文冇誒，你古靈哥應該名個有呵，伊名應該名就個有哦。古靈哥個有哦。那龍就都叫古靈哥。應該叫個有嚇，OK，搞古靈哥點啊，係冇講話事點，你就搞當見平安啦。咱個最後羅賓Hood。你講到幾歲時開始學邊咯？我跟6歲人嚇6歲，你講你8隻暑假啊？啊，你 sorry，我明啦。真大河，落大河，真大河，你應該冇大河，所以特別要出聲時候，你就俾開咧，冇出聲時秒就掉啊，問佢哋啊，每啊，我喺落河啊，佢咁成啦，就去講嚟。聽到古靈哥得 ，OK 啦，咁等陣我講。古靈哥，我係聽到你聲，特別你聲佢是只亂個，所以你講壞事嘅開，冇講壞事咪開，明白哦？明白哦？我講咗嘛，並非。OK。我懷疑啦，我懷疑實是要個聽 live 一個開聲，但係 because respond 咁慢，我唔知是唔是啊？那是古靈哥啊，問開你咪啊，問開你咪，古靈哥那是講你聽掉你即係講話時候，那是你開掉 Skype，一個開掉你 website 啊，撳你 website 起聲，然後你聽到內聲，時做你講話較慢啦噃，你哋講個佢每一隻情擺。OK，嗱，講到最後羅賓Hood。嗱，佢講你8暑假，
你把暑假你拍片咯，拍跟條。冇啦，一隻暑假 music，哦是跳嘅嘛講啦，伊就俾一粒學緊了，成好嘅大指學咯，你看咯。哦，古靈哥啊不，聽唔是古靈哥啊，唔是啊，即係那邊去你講較大聲啦不？哦，謝謝嚇。哈，講較大聲佢啦。啊，我等陣啊。了。瞧一下咧。啊，了咪是俾學緊了，學我人下啲節目人學咯。你厝人隔了學，隔了你下啲節目隔了學。啊，我大姊成學，我大姊了，我哥咧亂教我咯，我咧就教我小弟咯，四人。哦，你隔了冇學緊啊？啊，你學緊係咪票嘅？雅馬哈？係咪嘅？雅馬嘟。啊，冇，古渣係咪？古渣是特嘟。教我嘟誒。哦，教我嘟。教我嘟係咩啊？教我一嘟。哦。格嘟 I 笑。呢是格嘟E 啊，格嘟 E。格嘟 E 嚇，格嘟 E，古渣是。係咩嚟？卡哇伊啦。啊，OK。啷笑咩？啷笑你古靈哥對嚟下？是啦。我都是小妹去教我嘟。continue。啊，你 continue。你特別，嚇你教，其實睇咗冇等於嘅冇那邊去等陣，我未可能別人住人啊，攞到正嘅冇白本是有學緊嘅嚇。啊，你學緊呢？你學緊嘅是你學緊票係咩票？啊，頭一粒是嘟話伊哦。嚇。然後 after that 佢有一年嘟話伊冇講嘅。那過咗一兩年哦，話只個多啦，借機卡、借機手嘅，迄個是硬講，亞馬頓啊，亞馬頓啊，亞馬頓啦。然後兩個別人姐咁配咪是我緊呀？我學邊咯。我學邊啊，最兩個我緊啊。佢最兩個我緊，咁配唔是係咧古靈哥我緊係邊咯？test 看一樣。一段嘢係古靈哥。我一邊記得。piano。嚇，我變咯，搞啦，呢個變咯啦嚇。OK 啦，你其他到底每度對拍我緊嘅事，拍我緊邊個變咯？有係咪無相咧？讓 explain 下你拍我緊嘅人。尤其是那邊血嘛，那邊血你哪行冇學嘛？對，我學了過了就學 piano 咯。แล้ว迄陣時我跟個 continue 學過，แล้ว即係嗰個 from 我跟即係學個 from 2 from 3แล้ว停去，แล้ว就轉講 piano 咯，你看咯。因為每日那是講你學跟嘅 piano 啦，伊個口啊，我咪無相呢。會使講是完全無相咯。哦，我跟你是安怎你講啊？我跟因為伊個無 standard 啫。無伊是無相款嘅物件嚟，像你伊是像車甲羅哩嘅款咯。哦，伊是無相款嘅物件。你個 let's say for example 啦，可能解釋就按照你去 call organ 嘅時啦，睇頭一級嘅時，即係硬嘅時，去 call 嘅時安怎咧？安怎拍？伊有歌下咯，你特別學迄個幾條歌咯去拍你看咯。你一直定掉嚟國家人拍相嘅。對。變咯嘛唔是，變咯成可能呢？變咯唔是，頂當時個腦裝我就講 theory 即係 practical，冇 theory 㗎唔特別。theory 嘅 practical 咯。就是咱分開啦，講起來是分開啦，分開是因為我就講啊，伊迄個考冊嘅 board，伊人分開下路考嘛。但是講嚟買考未使啦，對，特別人是較少考嘅啦。我買考 practical 未使啊，一頭考 theory 呢。我真冇，就冇人喺做嘅啦，冇人。冇真線。咱這個考冊是英國人、荷蘭嘅物件，你美國就冇人考嘅。哦，係啦，對，冇。美國冇人考嘅。冇講你 grade 冇。你解釋看，即係 grade 人家講啊。你隔邊攞就教你講。
就講下面咩？講 explain 話一隻 great，because 有啲人未曉唔捌拍個 piano 咧，冇明白嘅。哦，若是講 piano 來講，伊個物件 standard 就是講你拍你幾條歌，有一個是一個 syllabus 咁樣咯，嚇係你經，甲就是拍3條歌啦。嚇3條歌了，幾個練習咯，幾個樣叫做 exercise 咁樣咯。嚇， exercise 係你練幾個 technique 嘅物件。我成日拍 skill 啦，呢對啦，skill 咧嚇 skill 一種咯，了過了個係你考一個樣叫做 sight reading 嘅，就是講。哦，要我哋見呢。看下，唱歌那款咯，咯試彈咯，試彈咯，像你學唱歌啦，嘛是試唱咯，你看咧，你唱咯，即是你看你彈咯。แล้วก็就是個一個 component 就是 test 你耳啊，看你聽到。你話得應，你話曉，你話得應。可能就你是 oral audio。哦，你話得教咯，特別我唔係考佢 piano 啦，特別 because 我係個係知嘅咧，我拍 piano，所以我厝我點點聽樣 practice，我知樣考嘅時候嚟嘅。是咯。聽到我聽，特別拍隻 chord，後來叫你拍得對嘢，還是唱出來伊個 chord 嘅 note individual note。嚇對。我 listening 就係教嘅，特別我比較 sight reading 我比較嘅。你啊 ，OK 啦，每你啊，這是安打個部上 component 個。theory 咯，考 theory 咯，是咯。theory 就係線嘅。theory 其實是教 grade 5有人講教 grade 5其實是真硬嘅。哦。硬嘅讀書前你背書嘅嘢，書背嘅。แล้ว after grade 5咧 after grade 5是 application 啊，你對用你 grade 5學過咩嘅แล้ว嚟 apply 咯。按照 apply 你俾佢 compose 啊，佢寫。要 compose 物件咯 ，compose component 咯。哦。你 compose component 就是真濟人未曉嘅位嚟。哦，即係 compose。特別唔是嗰啲人嘅 compose 會曉 compose 嘅。你會曉 compose 特別你看咯 ，compose。你豆嘅睇得歪出嚟嘛？豆嘅出來一件佢都有一件。你寫出來物件是會聽是袂聽咧，可能咯。嗱，咚啷咚锵啷啷嗰咧，出來寫。噪音嘅了，伊無 make sense 咯物件。特別你寫嘅時候，你別使用電腦嚟 test 啊，直頭特別寫很細寫上。袂使。哦，特別特啲腦嚟哦，看看咯。就是講，人因為阿作講啊，人是學嚟。準備考車，特別應該唔是安尼樣學法嘅咯。就是講應該是你成個樣你會識聲音好嘅，就是講你看你 note，你應該特別要唱佢啲 note 嚟音出來啊。你點呢？即係 oral listening 嘅 skills 咯。你也是講你喺你 training 嘅，你看你 note，你知音寫就翻，你就要寫出來啊。你寫出來物件。比別人好聽咯，因為你阿仔一音啊，再行一音啊。你想到一聲，你會曉直頭寫出來啊，差不多是安尼款咯。我是冇咩準嘅，寫係歪嘅。有時冇咩就是有時你感覺伊 OK 哦，特別出來是大部分。因為你考嘅時候，你實在很時候，你就有你過山坡。過山坡。後你過山坡完，你就特別咁樣寫，很時咁樣寫咧呀。好啦，因為考咗只隻 component 本嚟嘛，冇成筆啦，要把間 A 把間 B 嘅可能 A B C D 嘅可能，所以佢哋寫嘅筆是其中一個 component 嘅可能。哦，別怪只隻人考 grade 6考未彈啊。會使人講本啦。大家未看，就像學邊咯，人學嘅就隻 grade 8嚇。你做先生對邊種啊？就講先生，你講你俾做拍嗰度隻 grade 咧，要就隻 grade 㗎啦，多。伊是第 basic 要8個 grade 咯，㗎了。แล้ว過了 grade 1叫做 post grade 啦 ，post grade 伊就半 diploma 咯。哦，你俾夾邊咯，你咪就特別 at least 要 diploma 咯。actually 講起來是安尼款講啦，特別即拍邊咯物件真艱苦講嘅，因為你教物件其實你是特別教人。按頭起嘅嘛，假設嘛成白紙嘅嘛，所以你特別曉就開始要教人下面物件先咯。所以唔是講你教拍冇得丟誒教假丟。
哈无相款的物件，你为什么想学等先生个了，贵先生要教。对，微微娃娃。哦，啊，是啊，对。哦，你读个只管无代表了解嘛，变到相款的咯。แล้วอีก你讲你普通人平常时學唔是為咗比較加強嘅，比實在學小嘅到 grade 1加 grade 8啊，แล้ว佢嘢是個 after that 個一個 diploma 咧個係咪？要 diploma 主要半3 level 啦。哦，即係講係對英國嘅啊，嗰是對英國 model 啊。咱對英國 model， 咱是跨英國嘅 model 啦。所以頭一 level 是樣叫做 associate 嘅 level 啦。associate 第二是 licentiate 咯。然後第一關呢是叫做 fellowship 咯。fellowship 是即係起來拔啲是牌。你參 Lord of the Rings 咯。Lord of the Rings 啊！你參 fellowship of the Rings 嚇。fellowship 就是成個伊人嘅，你成日講都是，你說老官也冇 fellowship of 係咪嘛 ？fellow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嘅，就是你是伊個 college 裏邊是第一關級嘅伊個 title 咯，你看咯。了，當今是我人當時行嘅迄個 coach 嘅 board 係是英國迄個叫做 Associated Board 咧啊。呢是英國嘅4間嘅迄個 Royal Schools 合起來做嘅一個 board 嚟。特別個別嘅 board 個，所以無上 board 伊 offer 安尼款嘅 level 個咯，所以你愛 coach 嘅 level 你使個無上款嘅 board 嘅。特別第一 popular 第古第出名就是你同埋你講 ABRSM 可能叫做ABRSM ABRSM 我 ABRSM 就行債咯。ABRSM stands for 咩？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แล้วลองปะนังโอเปียโนหลังโอก็จะจีเกรดลอง我個 grade 5。จีลูกโอก็ grade 5。阿 John 啊，我走一個。OK。去幫手啫。等陣個對嘅。OK。咁配講，但是講我冇聽到啊，咁配當於去幫曬啫。夠啦，講緊你大聲啊！你講下你細個最 grade 啊？講你 grade 7啊，你細。呀，同埋。但係唔是 ABRSM 嘅。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多條份 fellowship，就叫 fellowship 啊嘛，就買連 V8。呀，妹老個講講我個 grade 5。你聽到我是啊，讓有成日講啊，即係 bishop 啊，無practice 然後 key gram 喎。我是無咯，我是 actually 細漢嘅時真正愛剃頭，特別that time 爸母無夠錢嘛，所以我去學 piano，特別我對厝無 piano，我無通 practice，所以我係過咗我係 cardboard 啊，伊會起咗了到下邊，所以我通 practice 我係 fingering 咯，แล้ว就 frustrated 咯 ，because 冇事啊嘛，kapan爸慢生落了，甲買一 piano 所以就按照講啊，三隻坎坷夾到一個物件，所以真係咯。所以你安尼派彈掉嘅物件，哇！真感動，我聽個袂好呢。即個無羅賓漢啊，你使甲你學生講，學生買 practice 是。哎呦，當佢學生冇人相關。係啊，當學生啊。咱嘅時代。真正就免遐物叫嘅，家己主動要練嘅嘛。係啦。古早嘅人完全無相哦，當今找嘅學生少。無冇白，不是即個老舊囝你學拍是你拍緊用咧抓甲波家己做嘅嚇，無聲啦。學你 fingering 你是學落鼓咧，你落鼓啊，甲有俾條琴。That time almost I 有一年啊，所以 like 一禮拜古早一禮拜嘅 class 是到呢嘛。所以真歡喜嘅，成日知啊！今日日幫學，對那有 class 咯，真 happy 咯，because 一禮拜通剃頭剪啊，變咗一刀呢嘛。因為我拍啲時咪真係熟咯，嗬。平時有頂有聲出。人無聽到我把你解看到我 mute 掉個，直講無人 answer， 無人解咩？jangan siapa awak我講我拍 piano 拍到 grade 6 nggak冇人猜喎。
Grade 6㗎嘛，唔是聽老師嘛冇人猜。咱個講，我第無甲 piano，因為我特大隻學嘛，拖我去甲 piano teacher，為我特大隻本考到甲我 grade 6，然後我彈經我咪學。你幾歲時開始學？我就係講我17歲我15歲有彈經講 say no 了嘛，所以我15歲到 grade 6了嘛。那邊你幾時 start 咧？你幾時 start？嚟啊！你幾時 start 學咧？嚟啊！你記得頭一道學 grade 1嘅時是幾時啊？幾歲啊？應該是我唔知7歲還是唔知6歲啊？應該是6，冇8歲，應該是8歲。你8歲考到15歲啊？我考到15歲，我無暑假，真正無暑假呀！我教無暑假了，你知道？แล้ว嗬，我 teacher 哈，你知伊個是咩？你知你 radio antenna 講等講會拖呀？咧伊隻教伊嘅位咯，咧伊跌歪手用佢哋 antenna radio 嘅 antenna 講會 extend 嘅，伊隻遠呢 extend 嘅係咧，伊 extend 到遠咧，伊縮到去是手本嚟指啊！我人古早學 piano 學噶，安尼坎坷就學噶好啊！我講佢哋 piano teacher 別好啊！我嘛大隻拖個15歲，我講 no， 我同埋學啦咯。你當機嚇白咩？我 still 有拍咯，我 still 有拍 piano 咯，特別當今咧，咱老啦，咱嘅 feel 就講應該學佢了咯。個鏡內呢嘛，對，了學佢了啊！哦，當今你咪使去學 ABRSM 係咪？會曉拍啦。SAB 會拍啦，特別冇用啊啦，當今。特別你識佢有拍嘛？教無暑假好咗，教無暑假變咯，教無暑假了。你學 organ 我點解？我本學 organ。你 organ 先生會教你拍你手本咯。上先生，OK，我未走我到落去。因為教 violin 呢，好彩我冇學 violin，冇我本條輸了。哦，是咯。安尼咯，你把。我無甲變咯，我無甲 organ 咯，organ 個架死嘅我不要立啊，唔知邊立喺呢啲盤。不要立，我未改變hết啊。係啦，因為我試我特別是冰嘅。一個彈橋係你 music 啊，叮叮，一個彈橋嘅唔是咩 organ 定個彈橋嘅。叮叮，叮叮，叮叮叮，佢面嘅橋叮叮嘅聲下，無聲嗰啲聲下。有彈橋嘅嘛？我唔知啊。誒，啷個我跟有彈橋，我係有彈橋對面啊。聲音。有啦，小聲嘛，要隻麥登頂啫。嚇！我未曉去到頂啊。來嘛，拍落來嘛嚇。叫做嚇，掉叮當鼓嘅我係做嘅事，伊成一地拖出來成字呢。上架係你啦，得我哋開聽嘛。個等佢，唔知。我覺得隨你啊！你有一個是我會記伊 control 是放喺頂面嘅 keyboard，แล้ว就一啲 keyboard 了。แล้ว一個一啲咪自己咧，一個記哦，邊一個一個四格嘅，一個就四格嘅，咪就一啲卡係卡立嘅。多謝謝謝啊！不，我會記嗰隻咩？啷個唔知啷個有誒？伊 organ 條伊把好多 start 一 tempo，同時有佢哋 rhythm 嘅時候。逼切啦，就是咯。你就你講嘅邊啊？特別殺幾多餅啫，可以 start 啲 rhythm 伊佢哋 tempo 係。滴答答答滴答。咪bắt tới mà chắc嘅嘛，其實即係啊。特別你使 set 嘅嘛，你使成日往時你俾成拍聲嘛，你 cut 成來聲噔噔，咧時你個嚟塞你卡住就你就塞伊都餅就塞住一對，你落歌就出嚟一聲。啊，對咯，總之逼切就對啦，總之是逼切就對啦。當然冇人出啦，冇人出，肯定我跟咗啦。叮當嘅時候，叮當係我跟嘅時候，我是當做佢哋啊，你知我跟嘅時就係意思用佢哋擺到大聲聲位啊，即係出邊嘅啊。對啦，一啲位啦 ，left leg 嘅嗬，咱嘅 leg 嘅 left hand side leg 嘅啦。right 喎，冇啦，乜有 right。right leg 掉，先是 right leg 嚟。大聲是 right leg， pedal 是 left leg。我唔知咧，咱個一個四格嘅呢，四格嘅係咪嚟一啲？四格是到底 right leg。四格嘅是啊，你塞啦，sustenance 以後都 vibration 咪就多對嘢哦。sustenance 係咪？講話 sustenance 係咪？係咪嘅是 sustenance？
唔知啦，伊聲都拍咧是伊拖個等哦sustain 聲。你上正卡搖嘅，無正卡，就講你練去邊啊？啫，治療啊，你治療。總之。用你把下治療，到幾里就掉啦，總之講幾里就掉啦。我用你把下治療呀，我迄個team我未曉，我 sustain 我是甲佢 turn on 嘅，甲了 sustain 嘅，我直接定面 keyboard 嚟。把變到較好出頭咯，正講變到較好出頭。特別伊 organ 曉，伊個隻往 organ 啊，伊有一個成個拖頂面拖嚟，漸冚起來，你無拍咧時啊？有啦，伊上個迄個小。我哋卡啊，一卡哈，一掛咁掛啊，一掛啦，一拖晒哈，即係古靈哥咪講呀，古靈哥，古靈哥都拍病咯，拍嗰度最 great 啊，個屌，嗰啲大秒啊，按秒一個講你去開秒，係按秒一個講，講緊了，哎呀冇，對呀，等我 check 看。誒冇啊，嗰啲啊，冇啊。I use broadband。然後 OK 唔 OK？因為毛毛菇咧，毛毛菇拍電腦拍緊啊。毛毛菇冇得，毛毛菇冇啲。有啲，毛毛菇冇啲啦。嗱，等陣咁會講啲名出嚟。毛毛白咧，毛毛白你講我聽你聽到拍我緊嘅時間真經驗。頂到拍 organ 嘅時啊，頂到拍 organ 嘅時，我是愛甲一個查某苗紅會贏嘅比賽咯，你拍電腦嘛拍 organ 咯。諗住我咪。好啊，大哥 motivation 嚟啊！motivation 啊！一個查某苗紅會贏嘅，motivation 你是叫bloody 假數。嗱，你講啦，因為佢就大隻啦，一大隻你拍一啲劇喎。伊即個劇是安怎樣看？了，我聽我個別俗了。迄陣點先我讀小學誒，我嘛是 join band 我本哈莫尼卡嘛，哈莫尼卡我就去本條迄劇嗰啲邊嘅大聲了。細聲佢咪嘛，我愛organ，我買 piano， 我愛 organ， 我就較大聲嘛。伊 piano 較久我捌去厝拍喎，伊個機啊來拍到啦，一個大聲誒，咧 organ 就用 plastic 嘅嘛。你用你卡正卡打嘛，你打大聲細聲嘛嚇，所以嘛去買 organ 咯，買啦點聲喎，去買頭是去買 second hand 嘅一個 schoolmate 嘅，買 second hand 嘅係咪啊獨畫椅咯，獨畫椅嘅，然後伊有個送我伊個 music 嘅冊咪嘅，我都未好看，條嘢咪嘅咯未曉嘛，所以嘛是學咯聽隔壁你查某拍咪去嘛頭對學咯。วันในคอนเสิร์ตวันคอนเสิร์ตเอากันเนี่ย咯。等陣，冚起你聲聲很屌嘅 live 嘅聲嘅冚起。Hang on, please。哦，我感覺到嗬，我人嘅 time 哈，我人嘅 parents 真正重要 learning of piano organ 都有 feel 到。啊那我爸甲我媽咧是上我哥甲我自己學。我人嘅 time 佢了達掉掉嘅，上加。我只隔壁安迪嘅囝學，咱這邊判掉白掉學，啊哈咯。是啊。Hey John，真係一人學。你名咩 ？Hello， 你名咩？一人有心學咯。掉咯，我是白掉學咯。你名咩？我You mean nickname？你花名？Yeah， nickname。我嗱，都叫我四白山啦。四白山啊？It's something contrast 啊。哦，四白山唔係，叫我計山呢啦，我介紹介先咩？計山呢 ？OK， 叫你計山。OK， 毛毛菇嚟。計山呢，是唔是頭一班嚟參加我人？對。你計坎坷 I join 你呢？做咩事呢？你是到咯？係咪？我讀 KL 吧咯。我都讀 KL 哈。做咩事坎坷在呢 ？Because 你講我學你我 Skype 咧係有你卡好我嘛。Then I'm waited and then actually 我有做咗我講物件，我看 the first topic actually 我講 because 我做咗隻 pad 啲廣告。
哦，所以我哎呀，我做緊我被 concentrate 我看到呢邊，哦，是我被是， concentrate，哇，咗好死，看到我邊你被 concentrate，你那是誒，不當然，sorry，我被記跑，你講啊，我看到你飛，你在啲邊 check，有時我講係實事。你我被記跑，你不單係小部跑，你係你對有位 Skype 啊，你使 send message 話講邊跑啊？我特別驚姐講，你到底你 Skype 是係咪我喊抌啦？叫 John On 啦，before that 哦，你真係自己創下，你冇記你邊 check 會讀咩？邊 check 會嗎？唔 check 寫啊？我寫係可能我冇睇到，特別我係 section 嘅嗰時候，until to join 啦，你使去，不當那時諗你嚟參加嘅時候，你使去你邊 check 會看。แล้วแต่พี่ว่าไม่รู้จะได้ไก่สันอ่ะลุยหัวหิลุยโอเปียโนเสียวออกันพองดีอ่ะพองบดีพองห้องอ่ะอีกปังผุยอ่ะบ่ทำซิมสิหาอีกโบอีกออฟเหียออฟไลน์เหียอ๋อแล้วโบจะไก่สันลุยพับติงด้าเสียสิพับออกันหรือสิพับเปียโน哎呀，organ 啊，organ 啊，你阿咩票？亚麻嘟就出冇啦，佢哋是我麻辣手，I 好我個 lady like 咁撥啦，所以每話 I 拍，每話比較，對我計講我拍落歌，咁未使，係啦，先出啦 ，OK 啦，應該我是多出嚟只寫出嚟kampung lah, jadi small town. Kami imbo eh. Oh. So why kita jadi kat tua kampung is small town. So the 三拍緊落啊！媽拍緊落，拍緊落，我有拍落係你。哦，你抌麥啊你？拍係抌麥啊你？白古利，拍白古利啊！幫我白講。拍白古利啊！我邊有拍係你。哦，咁幫見啦係。謝謝。你行你講你拍緊咧，佢哋俾佢俾咩？哎呦！了，最聲嗰陣嚟啊！嘅聲，是唔是？點啊？是唔是？砰砰嘅聲啊！啊，對，砰砰嘅聲，等我佢。砰砰。誒，嗰隻對。sorry，你講我砰砰，我覺得 call 到啲係。誒，日本對啊。日本對。即泰山啊，係咪山？泰山。我冇整到這邊。哎呦 shit！我到先。嚟啊！因為 line quite stable。OK，แล้วลูกโอเคเจ๊จุๆ嚟อ่ะแล้วว่าอุ่ยแล้วไอเจ๊เก็บปุ๋ยเนาะไม่กว่านี่ไก่สันไม่กว่านี่ไก่สันแล้วเขาว่า extra เลยเจ๊เป๊ะพี่กิมเอาไว้ check hello กับกับบอลคีอ๋อ是就咁配啲嚟啊piano 夠所以你是成日好 reward 呢嚇嗱係啊好你就是去學你 organ 呢你都攤接佢背嚇嗱ดีล่ะว่าทันเสียเก็บปุ๋ยแล้วทันเสียจะทำมีเกียร์ล่ะว่าอุคัดเจ๊ extra ลุยล่ะ你是自己去接呢還是你厝白寶坐落去我你講呢頭有時ใจขี่嘛เอาไว้กับกิเจบัสขี่มาเจบัสขี่แล้วว่าอุเก่า平因為嘛เฮียเป็นสุด咯哦你是去organ 是為咗會接啦個爬啦接啦我夠接สุกัด接未怪得山嘅山嘅隻空啊，隻空隻個身。我不是我5年啦，我就背了，我特別那麼每到底你冇冇？你Robin Hood 是咩嘛？Robin Hood 都教我緊咯。當然冇啦，我唔捌教佢我緊。唔捌教佢，特別每到我緊你 call 嘅時個冇上嘅，又唔是你 A B C D E F G，就冇講 A B R A M K。A B C D E A B R M 啊 ，A B R M 啊。call 比較冇響啦，如果一拍嘅辦法就冇咩響。所以 call 面嘅是冇響嘅咯。但係講，我嗰時 call 日本嘅嘛。哦，我嗰是日本嘅。哦，哇！我還有ございました。哦，真係讀華語嘛？當劍㗎啦，我嗰時 automatic 就係有馬讀咧嘛。係啦嚇。本是one layer 呢係啊，one layer 呢嘛當見 organ。
個冇上嘅票咩？冇相關個相關。哦，One layer keyboard 嗰啲是 keyboard 嚟，我呢是 keyboard 啦，我就是 digital 有一個是digital 嚇 digital piano，digital piano，成個 white keyboard 呢，當然 white keyboard 那陣，誒，啷個看唔到？哦，對，啷看到？特別變斜，不過啷講我學起來你看，再看到，死很我要選看到嗎？嗱，這邊看到你講嘅。我係啦，拍一個歌啦。我不要拍，你就是 keyboard 咯 ，keyboard 對，你叫 keyboard。我有寫字，你看。係咪水？你睇下，我特別做，我去我 soundboard，我只是 link 佢我 soundboard 咧，我 soundboard 咧是你看咧，我 soundboard 咧第一聲就出嚟，成特別人看到我。哦，bang！我還沒來。李剛來啊！李剛，嗰個啫。個呵，那個我就是我 keyboard 時間，可能我做 soundboard 嚟用，特別我有拍本，我比較拍，我淡薄啦，幾減。啷講啊，啷講啊，我去開我嘅 program，一個拍，啷快聽到。嚟啷講 ，organ 啊，集落去講，冇咩好講咧。我咧，啷拍，啷學到變咯，我跟你一年嚇，啷第一學第好笑，第想到第蝦米，第驚是第歡喜嘅經驗上面呢？冇咧，我真歡喜咧 ，OK 啦。你是講我買我，這件事我是碰碰嘅山嘅。哦，你是嘅山哦。是講伊愛我 practice 入邊嘅事，我甲隻啦逼切啦。哦，你本當係 practice 啊？我隻耐。真係啊，半段啦嚇，耐咯。你拍咧是你條馬壁路拍先咋？是先生。我就冇啦，伊愛我 ，I think 一日就會拍5擺安尼款啊，我老啥？哦，所以壁路拍啊。我諗睇到一邊攞背。啊？我 sustain battle 就俾拖來啫。呀，喏，應該是甲好啦，甲 Grace 甲水。OK，我拍兩天，我曉拍過啦，我唔捌學變咯，呀，等下拍。即細漢時學嘅，點解細漢時一本冊我知。Oh shit！我還沒來。Oh shit！哎，我佢有拍啫。叫？你當然見啦，未曉咯。我當然見啦，未曉拍咧。定當時嗰個時候拍嚟過嗬。係那掉啦，那個羅沙人白白拍，羅人白白拍嘛。對。chopstick 是就關於 chopstick 啊。chopstick。落結超嘅啊。嘅當 B 啊，我未曉。等，我係你講下得詞啊。啊，這咯，咁咯嚇，對咯，愛機呢？就愛機就對。Tapi wah teh suka tu si Richard Clayderman ni kuah lo. Richard Clayderman ni kuah anjay ah. Wah teh suka. Ano kan no? Nalut niya. Oh, 即係呢個要拍啊？我用 iPad 拍。哦。哦 ，iPad 噔。叫我未嚇。誒，你厝嗰邊冇變咯咩？冇那邊 hood。你聽到都拍先。我變到樓卡。啊，嚟啦拍。哦，得啲樓卡。哦，樓卡。你拍多聲咯。你 laptop 未搞到起咩？唔是 laptop。拍多聲啦。拍多聲。你 laptop 未搞到樓卡。啱咩？你講你媽打嚟位住啊？冇你背你 computer。你 computer 未搞到樓卡咩？Ano, pak cerita kau orang siapa? Kami desktop lah. Oh, desktop. 拍多聲。desktop。OK，嚟就佢講到啲係你 organ 啊。organ
我跟你破完啊，甲變落嚟破啊，咱看你個山破嚇，伊無相嘅物件先，即伊是唔是？你是講伊較濟機嘛？伊有頂面一啲啊？要加落加落大，加卡咯。喲，就最啲數，隻手倒手卡咯，最啲數啊！啊，隻手倒卡，係咪倒伊卡係點會啊？啊，你倒卡頂大嘛？特別伊卡，伊是另外寫，另外一個線咧，還是特啲上一個線？另外個線，另外個線。แล้ว伊咧，我所散咧個了啦。啊，卡成個是 base 安尼款啦。base 對。伊用是要攞入 note 嘅哦，伊 base 上是要攞入 note。แล้วก็一個 gear 遐，會考慮做 fade out 嘅意思啊。加手啊，加卡。對。加卡個一個搭成個搭 gear 呢款。唔是 gear，sorry，係你 class 上呢款嘢，考慮 fade out 嘅。搭 gear。總之是無好拍就掉啊啦，總之無好拍就掉啊啦。我話就講話古早係我跟物件真簡單。當今我跟我一物件古早我跟伊物件較簡單較硬。我應該是古早啦，較簡單啦，無啦。蹦炸呢款嘅物件。蹦炸呢款呀，你比迄個古早迄個 pop song 咧流行嘅古早流行嘅歌個了。上海灘。當今嘅。有啊，我有拍很久啊。浪班下當今咩呢？上海灘我冇有嘅。無當今聽講拍 pop 嘅物件咯。啊。劉邊虎當今對上個啊，講。當今是角呢係，當今人學邊個是角呢係，無相加古早人學嘅係。唔是，你講掉我跟成。啊，我跟就是講對亞馬頓了。啊。伊個物件已經變了，因為當然我跟伊是，就是你一粒我跟就是貴咧。orchestra。貴 orchestra 貴 recording studio 呢可能。composer。哇！他咪試嘅項目有啊，所以你拍嘅物件出來本無像，伊寫法個了，會使講真正無像去了。你講嘅伊會寫個真正坎坷。哦，即係 complex 啊！真正 complex，古早拍來拍去，安尼款嘅無別行啊。哦。因為伊個 instrument 家己伊袂曉做呢隻物件嘛。當今是。誒，當今你是唔是？伊是唔是有那 lock 一 N lock 啊？還是 live 還是做隻拍？伊個壞聲個咧無像貴嘅，你就是貴嘅 orchestra 貴嘅 recording studio 啲裏頭整啊，安尼款啊。伊成個講成個無let's say 你成個使做 layering 啊，就落咧是個就係特定面個嘅拍，還是特別 live hand 掉就係。特別你有嘅物件你 pre-recorded 啦，哦，是。你 pre-record。composer 是啊。In a way, composer more of arrangement. composer 咩 ？arrangement 啊。arrangement，你使 arrange 嘅物件落去，嘅聲嘅 layer，做只隻物件啦。你講拍電腦啊，拍電腦個，咱講到啲拍電腦係啊，你冇，你成個咱第一經想到第一印象最深刻嘅，第想到講拍電腦是拍，咁就是想到一個 incident 上面物件咯，就講嘛。但係阿明阿是，但係阿部莫白講無聊過，部莫白講無聊過。對咯。嗰隻。那到底係個講係靠電腦是，但係部莫白有啲，部莫白嗰啲。有啊。部莫白，但係你講無聊過，但係一半是即係 join 者是能 interrupt 掉。你講你安徽音拍變咗小道，你俾下莫你家無夠大咧，俾亞馬哈那個夠大咧，冇學生嘅朋友俾了。咪讀話語咯，拍咯拍咧 ，after that 佢係上簡單正少物件咧。I think 佢朋友唔知 less than 12支嘅物件通超換聲換物件換 style 咧 ，reader 嘛物件了嘛。แล้วบุปผาเหี้ยวตอมปุแล้วมาว่าจะเลยโลยามาตุดิโล所以ยามาตุสิก็ฮู้ชื่อโทจานะแล้วก็start ที่ co practical กับ theory โลเขาสิคุยหอยแล้วโคจิปัวแล้วให้อยู่ในสิอ่ะที่อยู่ในสิว่า form 2อ่ะก็ต่อหามันแล้วก็ตรงว่าโอจะว่ามา因为这里
學英學，แล้ว我頭讀我個對嘛，แล้วแล้ว時啊，แล้ว after that ก็ว่าเขาไปสิ I think ว่า practical 我冇มี教 because 我嗰นี้ว่า冇มี教ว่า我นี่ขี้ก็唔在 third grade 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แต่我嘅 theory ขี้ก็ grade 5 แล้ว after that 冇ซิมโอแล้ว after that ขี้拍 tennis 時啊，我掛住了。哦，對，我掛住。我可以掛住了，冇能夠寫嘛。誒，等陣我俾介紹，咱再直接on 開影視住哦，咱猜下。咦，這裡啦，咦，老狗驚係啊？唔是。哦，唔是。老狗驚會出事㗎，老狗驚會出事㗎。on 開影視位置。咁樣？on 開影視位置，定當我是你過來嘛？我老嘅表嘛。哦，你知啊？誒，你等我問你這裡冇乜白鷺記，你聽到我嗰時記得就哦。記。得類。จังกะจ้าอ่ะจังกะจ้าว่าขี่ private อีตัวที่อีชูสิตัวที่即係布地等於對面 logic 嘅。哦，I see。嚇，定到這隻 private 嘅 tutor 誒，我當基本上隻定，拍邊攞咪㗎啦。你嚇，但係人講到底係 call 嘅事啊 ，call 嘅事，人就擺是去得罪 call。call 邊攞是 call organ 是去得罪 call。call 邊攞，咱講邊攞先，邊攞是唔是定到有 E&O 嘅是得落嘅嚇？我會記哦。阿姐，羅賓漢咧？羅賓漢你記哦？哇！靠邊攞邊領靠邊攞是啊 Hello。對起就得嘛？紅險對起。我講靠邊攞，靠邊攞係是去得靠。得一位。Hello。我講靠邊攞是去得靠，是唔是有人去 E&O 嘅定到 ？E&O 好啦，我驚㗎 BC。哇，好了好。我乜去過啊？咁會乜去啊？等我講我聽。我點解我 call 嘅時候是去 City Bayview 嘅？哦 ，City Bayview 嚟 call。隔華咯嗬。哦，係未必隔華咧。諗講 E&O 性咧，其實 City Bayview。諗講 E&O 性咧，時我會唔會咁配係定？咁配冇講到個，bằng sai 都有冇講到。แล้วE&O 是因為古早跟來用一間 hotel 和伊個房間鋪出嚟啊，一段樓下位安怎用搬做到海景又夠水。嚇，是咯，接去一個 piano 咧，做一個 examiner 呢咯。哦，對咯，係啊，個緊張樣。你都驚㗎 BC 啊？你有 aircon 你卡拎超拎哦。你嗰是阿摩來。yang 阿摩來嘛，嗬？哦，你是英國來啦。你緊張㗎，你卡被控制，卡準咯。有啲卡準嘅喎。我超嘅嘢，其實我講話來，我好飲一口水，你問安尼緊張。你係講你學我巴士特別緊張啊？你我嘅 distinction 哦，冇笑笑。哇 ！distinction 係人有心學嘅人冇想哦。tapi nasa我係逼到我8本嘛。你8本嘅？被派就我嘅 grade 6就係我嘅 grade 6就被派啦，後見我貴幾拍 skill 我嘛叫拍個叮叮當當當當點點好啊，拍個 grade 6。嗱，只就閃到佢本係 distinction 咯。等陣我會讓要部上 grade 嘅，怎啊？怎講咧 ？pass 個 distinction 係咪 merit 係咪啊？pass merit distinction 咯。哦 ，pass merit distinction，merit 就是講真係 excellent 啊。practical 我哋個 cool practical 咧，因為伊個你尋到你 result 嘅時候，伊 examiner 會寫講你拍係咪好，係咪冇好咧？對。哦，你 explain 下你聽下到你 improve 係呐。哦
critic nữa แล้ว à คันนี้สิ piano 呀講嘅 piano เดียว OK แล้ว organ 呢 organ 冇上嘅 course 是 organ 嚟驚 I think grade 是阿妹算起嘅哇對啊Yeah what despite 嗰個 grade 8時我教人講嗰個 grade 8哇亂你搞啊是啊 genius 啊冇啦擺呢我都近係 grade 8呢呢個我3秒啦，我未記了啦。個你我個那我 actually enjoy 去食。3擺 actually，好啦，只食背啦。只幾背 ，motivation 是幾背。你計 Mickey Mouse 隻，Mickey Mouse 隻。啊 ，Mickey Mouse 隻，that's why art 唔歹啦，有benefit 掉啦，唔歹啦。無聊就累啦。嚇？無聊就累。冇啦，別歹啦 ，OK 啦。你個人講啊，想要出去激死未？我要拍 practice piano 是激死未？有啊，出去講啊，咁配。我學到 grade 5，我只是笨蛋做 theory 啊，頭咪學啊，做甲突然就錯㗎了，咪學。讀甲一個來袂記，迄一個讀甲迄一個來袂記一個啊，一頭咪學去啦，咪了落啊。你拍 piano 咧？拍是 practical OK，特別真正無時間做 theory。哦。你就大概去 class 的時候，我沒有帶 theory 來。上班會先生本 DL， 拿你的五線譜出來，我畫給你做。冇人找唔起佢。冇人找佢，嗰時要做幾哪天了。你特別你拍是你 enjoy 呢 ？enjoy 啦。特別你報學掉啲人真係曉讀啊。會曉啊，是半段去記迄個物件個了了嘛。掉啲是學嚟去 call 嘛，所以你講哎呦，安尼借 extra 嘅。你會使買學掉啲 call 借 practical 呢有？未使啊。特別教你 grade 6時就愛有 theory 啊嘛。古早是掉咯，當今因為有新嘅迄個 board 出來啊，所以有人話是咩？考迄個 board 咯，嚇。哦。當今有。咪你有叫個 Trinity 嗬？冇叫個 Trinity 啊，合冇叫個 Trinity already combine 咧，揸幾年？是啊。啊，當今有 Trinity。我學嘅時啊，個 ABRSM 梗係攞呢，勤考嘅別事。對咯。是啦，因為 standard 真正關嘛，做緊啥就係 class 上咯。特別是只係 class 係只是真嘅，這是真嘅。你話咩？每人 call 尺 call piano 知道 call 幾類？報名？哎呦，唔知喎。call grade，你使講 grade 1呢？應該是8幾啊？未記咗咯。未記咗咯，教估了 OK 哦，10幾年啊個。你當見你唔是有教學生哦？你冇教學生啊？你冇教琴啊？即係羅賓漢。像我教你講啊，那個像我，你教唔是去考嘅呀？唔是我考嘅，我教囡仔考嘅是我是 under 學堂教，所以做 music center，所以報名是一人去報嘛，你免去做嘅，是。對，我免去做呢物件，了我家己 private 嘅學生咧，就是較大漢嘅，人教我學相關嘅物件，所以 just for fun 嘅。其實我留啊，學會使啊，假物件。嗱去吹波羅賓漢學咯，羅賓漢有教嘛？假嗰樣嘅 basic 嘅了。哦，假樣嘅 bad habit。我都俾。係咪嘅？羅賓漢安怎？嗱是人哋教你學 piano 安怎？羅賓漢多邊呢？唔是啊？冇啦，我啲咁波。啊，咪 A 咯，A 啦，好寫啊。啱。我是做咩個人假物件，所以有時我哋每學生咯。有只有心學，伊較會咯，因為有時人感覺，哎呦，我個呢，我個10幾年，你個我假過啊，你對唔對嘅？你曉唔曉？哦，啊，你假嘅我哋 notice 這邊 actually 我 apartment 這邊有人小學生啊，我話啥有啊？聽住，我哋。adult piano 嗱，是講我 time 嚟講，我本唔會學啊，因為我未曉拍 piano 數，我曉拍，我是靠 hearing 拍咧，我未曉。note 咧 ，OK 啊，
我哋搞嘅本是 healing 嚟咯。特別我拍掛嘅咧是司機，然後我比較用去愛。อันนี้ลูกพี่คีย์บอร์ดสิว่ากันนะเบ๊แปะออลูกแกตัวนี้เขาว่าปวดแก่เขาว่าปวดแก่ไม่เป็นน้องกันไม่แปลกกี้เนี่ยว่าแกว่าไอ้แปะเนี่ย冇啦，講都拆開白戲啊，拆開白戲嚟啊嘛。拆白聲嘛是聲。แล้วรู้รัง那是歐邊咯，咧當今行情是差唔多啦，這咧一點鐘幾類，還是按照算嘅啦，算幾節。行冇上 great 㗎，冇上衰，就是講你邊咧。嚇，邊領嘅辦機啊？邊領嘅只隻，所以有時人出來咧，對邊咧買，對邊咧，哇，價格波是飛人嘅價對，哇，夠了辣哦。哦，清差落字啊㗎，清差落字幾%？成講邊領50塊，KL 騰就這裡20塊呢，攞倍咧。3倍啊，差不多。嚇？就是講 KL 較好彈啊，因為人家咁開附近啦。哦，邊領人家辦法啊？做博士係咪嘢？本參考。邊領夠參考？係講我咯，我教到邊咯，是近來教到白機呢，冇教到愛機。แล้วเก็บแบบกับปันจีหาอันนี้ลูก 特別我捌聽過我朋友啊。伊佇 KL 教吼，上甲一個合成唔知幾若百塊，了是 one on one 安尼款。特別伊 parents 會使接來看伊安怎教嘅咯。On the spot，啲 parents 會使問伊做咩事亂款教我囝咩咩安尼。會較 pressure 淡薄咯，but 伊嘅 fees 本真正懸。pressure 咯，伊 fee pressure fee 咯。真正懸咯，伊嘅一個價就寫一個合成唔知幾若百塊啦。一個年啦，一禮拜唔知3刀那款嘅。哇！看啦，一人教無相，我就講，尤其是邊領，邊領。哦，我講嘅是 KL 嘅，我講嘅是 KL 嘅。我知。我講嘅是 KL 嚇。邊領個 KL 做真濟，然後KL 本安尼大。大人本無咪相關，我等下來本無咪相關，所以到尾來本是看人。看你先生，所以成為費來講，比如講邊領就是講一個馬路甲學嘅啦，先學嘅，可能伊一個月學銀，一個月費，可能就是講80。有啲吉隆坡。你啲 music school 可能120、140。哇，差唔多攞倍呢拍啲。對，但是講你找 private 嘅，像我人安尼講教啦，我收是個 professional 嘅 rate， 我收 by hourly rate。哦。hourly rate 就是講你加一點鐘，有人收60，有人收80，有人收100。哦，美國你教嘅就是大人。安尼拄好咧，我唔是警，我是拄好。除我嘅是拄好嘅學生，我係 private 學生是，有嘅是大學畢業咧，有嘅是有嘅學真久咧，學了。真久成呢？有嘅是學唔對物件個了，覺得哎呦，袂好勢哦，所以特別去 correct 呀。是咧 rehabilitation 嘅 facility 啊，還是變咗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啊，對。講就係咁。個了。就路。冇模糊啦，唔是。小屁。Robin Hood。有表演咯，有 performance 啊，個 lounge 啊，個 hotel lounge 嘅，嗰時有表演咯。我人是偏 classical 嘅，我人無。recital 咧？recital 我古早讀冊點先把啲別人做啦。唔是 full recital 啦，包括 concert 啦，特別當機我是做正隻伴奏 accompaniment。accompaniment。好似 performance 上面加隻咯。唱歌咧 ？performance 我看到一個 quite funny 嘅啦，個即係馬路嘅 Mid Valley 嗰邊嘅，我 garden 嗰邊。伊個 pianist 時候伊大，佢哋做一個正大嘅，佢哋教人啊。即係佢哋 grand piano 個，佢哋查甫 pianist 時候伊下喺裏邊咯。
我哋走廊裏面。一定是一部 practice， 一馬關就啲走廊裏面 practice。所以我上嗰時係你 disco 應該是係你嚟 dancer 到路邊嘅嘛呀，冇嚟在是邊呢？好了，但冇單止嘅，嗱，咪即係我見。呢時候嗰時係你係咪？Yeah，every time 我攰，我就 make fun of it 啦。我可能 because 而家自人 idea of old piano old music 冇時人，所以想我人做嘅是，我講明先，我是。我是加偏迄個 traditional classical 嘅攞 classical 你攞你攞下面咧，嗱是講你講，你係講我俾我冇 commercial composer 冇啦。冇我諗冇時間，但係人家係有誤會啊，你係咪㗎？misunderstand。我 piano 是下面咧，因為我俾 pop 喎，我 pop 都 pop 特別有特別 basic 本嘛對。即人就是愛跳啊，頭一步未跳第十步我未曉，都這樣。對，啱講咯，叫人去吹你特別講啱未？係哦，你俾佢拍up，俾拍包俾佢特別講啱。因為我驚是 traditional 嘅樂 ，traditional classical 嘅樂呢，可能所以特別每清楚人愛蝦米物件先。對，你拍可能是人 copy 咯，是人個在水點正槍你拍。成日講班組嘅 company 們是咯，講練講，後了performances concert 他們覺得我出掉咪咯。或者我對佢是唱歌是變成即個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唱歌是你拍啊。會使，再拍，再唱咪。天飛路。我唱 baritone 嘅 voice。天飛路。笑死我啦。OK， 感謝各位。嚇，係咪講？YouTube 有淡薄嘅 video。是啊，你叫我link。會使。你叫我link，我幫到啲邊啲學嘅幫嘢，會使哦。會使，我得叫到link。好 ，OK。我佢唔識咩。哇！了，個有即個禮拜特別嘉賓咧，就一人一千個人，所以慢慢講下。有我嘅即係 Bernard 先生Robin Hood， 唔是無毛 Hood 啊 ，Robin Hood。Sorry。combination Robin Hood 有 Robin Hood 咯，個有無毛白咯，青菜咯，老狗驚咯，金培個有正山，胖康，正山胖康冇講嘅，胖康都個啲哦，嗰啲嚇都冇講嘅，但係你講幾句呢？แล้วก็อุบมแปะแล้วก็อุกูเลงโกตัวเหี้ยแต่ไม่กูเลงโก講一句兩句不嘛所以感謝即係禮拜就講到一邊啦嚇แล้วปัจจุบัน是要去學 piano 是咧去使去吹即個 Robin Hood 來教咯 Robin Hood 伊拉個去咯去邊咧學見到佢咪幫要去看 Robin Hood 嚟拍 piano 表演可能看啫冇特晚成日我拍你見嗱叮當咧，一跑咯，真係拍片咯。แล้ว感謝片 classical 嚇 classical 啦。แล้ว我俾學 jazz 邊啊？jazz 嗱是講你看即係人學 pop 嘅嗬，啲人誤會講呢是 jazz 啊，呢種是 pop 是雖然是 jazz，特別是隻簡單嘅 jazz。你當然都啲美國看到即係 jazz， 哇，呢 jazz 實在是真正好了嘅 jazz。特別你特別學 jazz basic 一個係學 jazz，because 只字冇聲嚟 cut。有Lady Gaga 是咩啊？是需要 pop 咯 ，pop 啦。你佢哋拔到舊衣哦，你佢哋拔到舊衣哦。係啊，拔到舊衣啊。啊，拔到舊衣啊。貴姑娘啦。拔到舊衣。貴姑娘。卡佢只夾起來嘛，是特掉 accident 嘅啦。係啦，伊想拍我根嘛。特別涼咪是好聽，涼 USA 啊，因為個拍片咯。哦，涼是 Chinese 啊，伊是
中山嘛？哦，中國啊嚇。冷。哦，冷。佢好誒。了 ，OK， 了，感謝啊！誒，各位聽眾收聽，你個感謝我冇那邊 hood 嘅先生，唔是冇冇 hood，那邊 hood 先生嚟咁樣解釋啫。禮拜嘅到底人講看你嘅 handbag 啊，你本身物件咩物件？一隻話題嚇。禮拜嘅到底收聽，感謝各位聽眾，禮拜再見，拜拜。拜拜。